嗨呀，各位聽眾，歡迎人來邊領學見嘅節目，佢再來參加我人我講個潮你冇幫助節目，即係呢禮拜我真係歡喜，我係特別嘉賓對來啊，老趙真久冇對來，連我換錄音嘅時間咧是伊個物件個啦，拍時間個了，老趙請子歡迎，耶！了個有青子嘅孫啊，英國中歡迎。Hello，大家好。了英國中馬木地。伊走去別個房間咧去看Korean嘅戲。哦，福建嘅戲咪看Korean嘅戲。我一開始講即係Korean 是韓國啊，韓國嘅戲。韓國。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น聽到阿韓嘅聲咯，你唔知啊韓？係，冇啦，念實念要追就有啦。你條咁樣？是啦。上行啊？哦。試數呢？哦。แล้วก็我人真久冇來，因為日本嘅歡迎日本嘅到啲 Starbucks 位，อัน你布布啊？อัน你布布誒？哦，我係 iPhone 嘅頭隻 camera 嚟啊！哦，你 screen 吹啊？啊，對咯，拍個老婆卡啦，佢哋 screen 嚟嘅了，佢要都對 camera 位咯。哎呦，好難了，了你有微信嘅電話哦，當佢冇你個出嘅嗎？survey 掉啊，看看係咪啊？OK，你是你想要買呢個 iPhone 6啊？I 出啊嘛，我真係你識仔過啊嗰時候。哦是啊，哦 ，OK， แล้ว OK， 這禮拜我咪講第個10個，我叫actually 我叫10個名啦，我講10個名咯，我講10個名咯，只是想到先知啊10個名。是咯。我唔是想到是咯，我想。10個名，你唔知我是講10個名啦，佢只是想到一句即係正句嘅10個名嚇。好啦，特別大句。但佢知咪是有10個名嚇？誒，等陣我要解釋啫，做咩做啦？但我都講嚟 comment 講我冇踢球老球嘅 comment 啫，冇人當見看到 YouTube 嘅人嘅好，就是哎呦，還沒數，真係一邊去只阿去。仲講我留去啊，看幾回青子看幾回當見。瑞安全問題啊，看了成個42歲啊你。哇，對咯，咁樣對我會就對咯。冇啦，我看 hipster 去嘅啦，冇啦。40冇啦，依家看一個型啦，個老型啊，老型。個老型。但是你穿你 T-shirt 啊，個冇 sleeve 嘅啊。按照你穿會啊？你話穿起嘅數咩？呀，卡個。你講啦。你睇下 live recording 我唔加去圖，這個掛好咯。但我 finish 下 offline 我去掛好咯。OK， 問講你借當機嘛？就呢下嚟，就呢下一隻榴蓮啊，切咗隻榴蓮。誒嗱，我準備嚟啊，我準備。OK，แล้ว我俾講看英國中咧，英國中。係咪？你會生超嘅有平時？有到我半段生超，我天朝是一生淡薄啦，人會看到啦，成個較惡嘅病淡薄。我咪成日淡薄啦，我一禮拜啊冇天乜成咯嚇。我這禮拜過，安尼第過啊，這禮拜我一等了咯。我一禮拜啊，好唔該咧。老夫子啊。我冇咩嘢聲，我準備嚟啊。John，你係咪嚇？你人係超有3百超嘅。有啊，有8個金咩啊？有本啊，好啦，我本拍係到我有幾條本。
我白拢特別拢冇咩看到，unless 有是啦 high speed。啊，是啦，我估啊掉老者借咯。特別日本家路都有燒嘛，是哦。OK，野我鳥有特別無按借。哦，你有聽嘅是冇聽？我這邊未喎。你又畫 mascara 啦，畫 mascara。嗱，對先老娘等下成日你真係 Chinese man 啦。曼珠，富曼珠誒對啦，是就是啦，當人若是要手手，當人若是要生手手啊，這邊嘅事啊，伊人無真正濟毛，伊人這邊跌落一個，成個老的呢款呢。哦，特別有的人辦當伊若是才等上個我這邊本無誒，我正啊，有淡薄人有誒嘛。我淡薄我落個一邊呢，我一邊未，這邊無，但係我填正嘅了啦，我填正嘅。好彩無啊！你若是要俾你邊啊位那些咧，你頭殼都要壓大喇包了。啊！你看到 H&M 嘅新嘅廣告，特啲 New York City 有嘅是咧，孟加利誒穿嘅咧，個了誒個趣味。OK 啦 ，address 我係超嘅 issue 啊，嚇，你就個 move on，就講咱嘅正話題啊，唔講正話題，就是講按照我掃你 fat 那些聲咯，有啦掃哦。哦，你無有夠大聲。按照我到底我 recorder is just 細聲嚟看，哦，這邊咧，哦，這邊，阿邊數，你看到我，大家好，看到我超啊。有一禮拜個聲你看呢？哈，哦，這邊就只夠聲，我看呢邊。啊，真夠聲，我一隻鳥好你看啊，就會個靠呢。哦，得啦，我看。見隻啲啦，等陣。我看到我個見呢。哦，即係哦，這邊咧只喎，阿貝講看掉，阿貝來個。一隻鳥。冇個，阿公阿冇吹過，嚇。你看到會看到。我未看到。呀咯。太 sexy 佢咯。得咯，我看到。是sexy 啊，是 sexy，是 sexy 嘅字啊嘛。你個殺了。看到一隻鳥。我本上，我一日老鳥就會出來了，你會看到成個一個影喺我手邊了。我若是一禮拜啊無天啊，我哎喲成張骨了咯。或者咱特別講一新嘅話題是叫做超超啊嚇。應該講，你無天咧，少少啊，你健康會啲因為安尼啦，你老嘅 patient 就講。如果第一把嘅就講你是 emperor hero 都可能變咧，如果好啦，有淡薄像 emperor hero 多。我把手寫你個第一把嘅就 emperor hero 都，你阿毛寶你個原來啲咩？好啦，佢哋點寫我係白鏡是226成個 John Lennon 咧。哦。呢咪是像嗰啲 The Last Emperor 嘅。啊，對，現在拉三杯溥儀啦，啊，唔是溥儀啊，溥儀。溥儀。OK，嗱講真咧，我正話題啦，講就俾佢10個鐘隻佢邊下爭灰是俾佢10個喎，啊，咱幫佢錄音時啦嚇，所以就是咱就隻佢邊啊，我就邊隻佢邊。靠南攤食啦，食咩鬼邊啊？都冇人送我啦。靠南淡。哎喲，冇人送你家己去買咯。哇！這邊坎坷買掉。應該掉。我嘛有。我徛到電嘛。你徛到電嘛？徛到卡酸啊？都冇啦。徛到卡酸了咯，徛到阿公冇拍個路，唔知幾刀去啊。你咪叫阿崩起嚟食咯。無啊，一刀搞我夾喺你長感點嘢啊。長感。我做咩？你講了看頭你啊無寫嘅咧講了，佢咧頭毛啊 ，receiving 嘅咧，我看到真嘅硬刀咯。要驚死人冚 camera。哦，真嘅
人打我真 sexy 哦。別啊別別別啊別啊！我冇 sexy 咩？我冇 sexy 啊！我驚啦，等下人食死。誒，安怎冇聲氣？其實你冚起啊，冇人講啊嘛。哎呦，安尼款講話慘。哎，咁啦。誒，無粿餅食，無粿餅食，丹麥隨袂到粿餅。可憐。我未諗，可能到單位啦，我個冇去選過，到哥本哈根我唔知。我未諗到底本來啊，馬來西亞啦，讓安怎有感覺到這個氣氛，這個8月10個feeling 嘅 feel，你知道？冇咩 feeling 咯。特別我把你到雲頂嘛，但啱我看到有幾個查某前個時候唱歌，我大邊叫人家唔係俾小一看咯。即係嫦娥呀？唱歌 style 啊？是唔是 Vivi 娃娃嚟？冇啊，珊珊嘅喎，嗰啲珊珊水水嘅喎。冇啲嫦娥哦，嫦娥是。Vivi 娃娃冇水啦，冇生冇。冇啦，我冇啲意思，你講那是 Vivi 娃娃是嫦娥嚟講啊，嚇。伊啊，會起哦，伊會起哦，會起個鬼鳥，啊，無伊就是鬼鳥來啦，嫦娥變咗鬼鳥去。啦，伊乜係伊家咧，伊嘅衫唔係變長嘅啊，伊去看咧鬼鳥，伊家己背袂起，做到 Q 咧鬼鳥落來。我攰了鬼鳥去 Q 啊，搞到落去到啲巴肚嗰度，伊衫等 Q 來搞到落去挨搭嘅。我Vivi娃娃冇聽我講依家了，翻住嗰邊。啊 Vivi 話，等陣講到 Vivi 娃娃，這禮拜有唱歌，是這禮拜，你這禮拜啊，乜知啊？是其實我唔知啊，伊實是有唱歌，攏去邊段，我唔計講要 promote 我冇笑到，伊想 too late 啊，冇他們解 promote 掉。有聽去唱歌嘅時候，到啲邊度聽到很屌啦，我聽到 live 嘅，我聽去到邊度北去吹看伊唱歌。伊去拖鬼鳥。我妹啊，阿咪我妹啊，即係咱大隻去馬來西亞。今年8月啊。安怎你買無用請較無咧餅啫？你用 computer 買？你豆你係 set？我冇用，我冇豆係我單，我睇下當今啊，this year 啊，你食粿餅啊，冇咧流拽啊。哦，做咩事誒？唔知喎。行政無好，行政無好水啊！我話㗎，我 feeling 咗次誒。呀，แล้ว有一時叫成日去 supermarket，係咪是冇 feeling？你是唔是感覺到冇人decorate 即係成日？冇 decorate แล้ว都冇安尼借粿餅去 on。哦，有可能行政當派是冇人買，來行政當乜嘢派即個粿餅嘅物件是用美金買咩？你 agree กับว่าอ่ะ你 agree กับว่า攏講下。韓你感覺到咩？韓我冇咩 feeling 喎。我淡薄啦。慢尖咗。聽。聽到未？8月10個唔是真大嘛？8月10個一落來冇講真正流熱，頂到是較流熱當今是咯。特別你去 supermarket 嘅時，當你人掉嘅燈籠啊，咪嗰個，你時都冇看到啊。哦，我是有當時是。有成日去 supermarket 啊，到落去要有只濟買咧粿鳥，買粿鳥不啦？買粿餅呀。特別我人 company 有啥粿餅來樣來 promote 粿餅了，樣走是 lunch time 走去買。哦，係咪安怎講話安怎？哦，我做工有聽個近點那邊擺粿餅。
好食sample 係人隻人去去買下。大把人愛食月餅去買，人但冇時食一冇，話你本下拉咧，人成飯啦，本走去買嚟食。哦，現在都有菜油了嘛？係咯 ，and also 香港行政部呢好啊，月餅直貴啊。你啊，當然貴你啊，加一粒咁樣就這裡。一粒嘛，10幾塊嘛有。20幾塊啊？你若是有減壓類嘅錢啊，一粒嘅錢就28塊，若是兩粒就30幾塊。你若是有蝦咧，叫啥物啊？蝦伊 nuts and all that 啊，哇貴到要死，想食金咧。但我買食咯。誒，迄個叫做咩啊？嚇，迄個內面有nut，個咧叫做咩啊？金。咱福建話叫鹽推啊。something。金火腿。金火腿福建話叫咩？有ham and all that 啊。福建話叫咩嚇？鵝剪。我講唔對，鵝劍是你 hardware store 叫鵝劍店。鵝剪。嚇，直接冇食隻鵝剪，呢個冇食隻鵝剪啊！鵝剪太隻嘅絲，太甜，薄。嚟啦，講下做咩事冇食㗎？福建叫鹽推啊。嚇？鹽推啊？鹽推ham啊？哦 ，ham 叫 n 啊？鹽推。鹽推我唔捌聽過，我佢只是叫鵝剪。鵝剪唔是 goose egg 咩？唔是啦，女，個女嘅是 goose egg 啊。哦，我是個啦，個行款嘅剪啊，伊 nuts 冇相款嘅 nuts。我聽錯字啊！唔要緊啊，我冇怪你，你啉迄個588多數。哦，是啊，我係了。แล้วลอง做咩講做咩事啦？冇事講我真嘅，我就是講我真事。攏講，做咩事冇事講啫？派隻個絲伊嘅hand，跟他寫人拗出來比。哎呀！去講，我做咩啦？哇啦，我做 B 啦。哎呦，我做 B 人家嚟，我做嚟講嘅咧。是咯，我那是講，我大這邊那行隨便掉膠地破頭，隨條講錢我。咁咪知啊！你冇時間，你冇做咩事？後面你是冇時間一比，安怎會比嘅潮呢？唔知啊，要淡薄刺激嘅長皮講嘅比呢？刺激，拆皮講嘅比啊！我夾到一刀呢，我夾到一刀呢。你是唔是食到派呢？成個啊嚇！唔知啦，屌我拿拗幾拿字，我想要死人啊！喲，我是個隻咯，我是個隻裏面有白油嘅咋。แล้ว咁咪是白油嘅啫。貴地你就這白油，當瓜條係當瓜條裏面。我是個隻咯，應該都是個隻鵝剪咯。我是個麻嘅，我哈密有麻裏邊我是個嘅。哦，我本事甲伊個糖醋餅有係，按照講lotus seed 是按照講福建話。蓮蓉。福建話。係呐，蓮蓉啦，蓮枝。福建話叫蓮蓉是普通話嗎？蓮枝啦。蓮枝是哦，蓮蓉是伊個 paste 啦，蓮枝是伊個一粒嘅絲。一粒，我是甲伊個 base 伊個膏，了係裏邊一粒伊個蓮枝。這是叫蓮蓉。係你好食咯。你本好食，特別我冇咩款是食糖醋餅，我一粒我未曉。伊個價錢啊，啲馬來人是買一粒呢，伊個價錢是偌濟？有時你都冇買一粒嘅啦，你買4粒嘅啦。你經是 combo 嘅嚇，你睇經嘅 combo 嘅是唔是？
Look up to looking different types different price 嘛，我就講了，那是我差不多啦，伊個普通嘅做，後面價錢啦，普通嘅。那是黑豆沙，但係黑豆沙而家有嗰粒瓜子裏面啦，24塊，啊真係貴24塊。後面24塊一粒，冇包行咧，坑乜直接佢靠女哦，冇阿女啊。冇女，我先來個人報嘅事啊，沙了包碌間2塊呢。安怎呢貴誒？成個獎金咩呢款？我是咯，有可能一貴啊！伊豆沙 imported from England 嘅，所以呢貴。就是咯，真正坎坷做是無？啊，對，坎坷工。冇，我甲你講，即個restaurant 啊，兩行啊，先正伊賣魚生，8個伊賣外邊啊，真係賣即個兩行呀，發達了，伊人嘅 earning 數就要夠點了。了伊人若是人去食咩啊？是食了。啊！我甲你講有影誒，物件他那行情真好，真無好啊，真歹啊！物件起價甲嗰有 GST 啦，蝦米哎呦！哦，下個表有 GST 啦，唔應該是，不過貴咗落去。但係有 GST，幫配冇 GST。幫配 GST 貴類，但係今晚你幫就一撥啦，然後 GST 嗰條貴類。OK， 講到對我俾再亂講我剪到啲乜嘛？我剪條就將在南邊有係蝦米剪，蝦米 nuts。OK， 伊係蓮子，伊係瓜子，伊係杏仁子喎。杏仁。未必都冇食過杏仁嘅比。哦，我冇食過杏仁，特別杏仁伊個杏仁冇是食亂美國甲英國嘅杏仁啊，伊隻杏仁是長人嘅杏仁。較香，伊是 amaretto。啊，แล้วก็係瓜子，ก็係麻。見我。Hi Hi Peter。我今日做工了 ，I have to ciao now. Sorry 啊。你戇鳩啫？我戇啦，俾衰。可憐。你二個啊？啊，係我二個。你二個人鬥啊？啲人鬥啊，冇啦，吸屎嗰幫屎。哎呀，用車上嚟，我用車嚟傳你啦，安怎？Jealous 嘅屎啊 ！Excuse me， 我係晒樹啦，我俾一條蛋㗎。Everything Best Buy。聲來聲就聲哦，好，人嘅聲嘅聲了。我細漢時叫我甲抓誒。啊，做咩咧？我叫甲抓你。哦，哦，做咩啊？你唱開到呢啲麥嘅大聲，我好冤嗬。搞咩？ทำไมแล้ว等陣 OK， 我剪講了豬啦，但我諗講豆沙嘛，豬啦是嗰隻豆沙，我哋冇是嗰隻豆沙嘅喎。我豆沙就，我豆沙會食咩？豆沙就破湯แล้วก็จะดี哎呦บางกวาง嚟啊บางกวางบางกวาง Hello 咖喱嘛是บางกวางอันนี้แกจะอันนี้揸車啊ไม่คุณว่ะไม่คุณอ๋อบางกวางรู้สึกจะงอจีนบางกวาง有黑豆沙個白豆沙啊有白豆沙本啊有白豆沙加蓮蓉食食每嘢食嘅哦我唔係叫佢白豆沙是係咩豆做嘅白豆咯力豆啊力豆啊青色嘅力豆啊แล้ว因為是香港因為是香港迄個豆沙餅裏面嘅咯係咯哦我唔係食過喎我是捌聽人講迄個黑豆沙是樣即係按照我食嘅係白啊按照我食伊個黑豆沙係啦紅豆都係按呢
一直直高耶数啩。但係伊高伊了伊長啊，小小個烏去啊。高嘅皮강사요，那高皮강사。你講我豆沙 ，OK， 我先聽看啊。我豆沙咧係伊嘅位，嗰啲位嘅貴啊，啲貴鳥不啦？嗰啲鴨類嘅叫乜類錢咧？你看成個天，看成個天咧暗暗嘅咧，俾佢10個時天暗暗惡咧，伊一粒嗰啲金突粒伊嘅貴鳥嘛，喺啲我豆沙。有我講時間咧是貴咩？你 imagination。笑死痕死天嘅，你看啦喎！我應該是去買豆沙邊，唔是應該去買貴邊啦。我真有一個有個人咧，有個人揀食，我一真正是個食貴即個內錢咧，讓我食貴邊簡單內錢咧。我真係食貴邊內錢裏面咧啊。是嘅，冇錯啊，當今。哇！嗰細漢陣啊，我一錢嚟食了，我豆沙白豆沙冇食㗎，買錢。哦，頂到都有白豆沙了嘅呀。哎呦，那是有豆沙有白豆沙啦。啊，白豆沙較 common 過羚羊啊。是咩？我特別食是羚羊咧。羚羊啊貴嘛。哦，我唔係食過白豆沙喎。你是講白豆沙伊裏面，你咪是骨骨，還是上加喺你豆沙邊裏面？你看傻傻淡薄。伊上加我豆沙，但係伊是白色嘅。哦，但係伊只味上加我豆沙是講是白嘅啦。對。伊白咪是為金嘅啦，上加你羚羊啦。哦，我冇食過，我最近冇食過嘅邦哥冇食過咩？我實是冇食過。豆沙冇食過，我上你有可能冇食過，我上個是羚羊嘅。羚羊 maybe。阿涵冇食過阿涵冇食過白豆沙。走去啉酒啊！走去啉酒，了唔捌我唔捌啦，唔捌啦，唔捌無暑假。了無暑假啊？你暑假食咩？Hello， 你暑假食咩？啊，我暑假食 Hello。啊，講。聽到。誒。啊。我暑假食羚羊咧。我暑假食羚羊。羚羊是蝦米？羚羊是，怎麼都講嘅啦。Lotus Space。羚羊。Lotus Space。我啱啱講嘅啊，我啱講有一個另外。蓮子是 actual Lotus Seed 嘅蓮子啦。蓮子係 Lotus Seed，羚羊是 Lotus Space。羚羊這是廣府話嚟，羚羊福建話叫做羚羊蝦，成個人講福建話叫鹹蝦呢啦，鹹蝦是叫羚羊啦，叫咩羚羊啊？叫羚羊啊，叫羚羊，羚子嘅羚，兩個羊，唔是羊啦，你計較。羚羊蝦，係咪嚟啊？你唔知白豆沙是安怎？你知潮人嘅粿餅？哇，梗係亂啊！你學做咩？佢你做咩？哦，你爸爸呀，真係大聲。冇啦，你冇我看到青椒個小紅機，我本行出去小紅機。Krik。嚟你唔要咩？白豆沙。開個 camera 啦，好閃。白豆沙咩？啱啱。我做咩開個 camera？你會做好？你看這邊嘅 building 啊？我咪看，冇我要甲咪姑講，你若是唔知蝦米是白豆沙，潮人嘅粿餅啊，較濟是白豆沙嘅 feeling 嘅。哦，潮人我唔知捌食過潮人嘅粿餅喎，上海有捌食過啊？我冇食到上海。伊其實行去字嘅，去字嘅，上海嘅是上個豆沙餅嚟肯嚟嘅配。啊，白白。剪肯豆沙餅呢？你看上個咧豆沙餅啊，伊若是甜嘅啊，唔是鹹甜嘅，伊若是甜嘅，伊 feeling 是白豆沙嘛。哦。
學堂嚟啊，學堂係你學堂。學堂跟只嗰邊係一種嘅佢，得一種嘅嗰邊。我跟只學豆沙了有錢呢。哦，嗱學豆沙，我感覺學豆沙係普通，但係你聽到我講學豆沙告訴我。冇聽到我發覺。學豆沙個有錢，咪是成個你食俾佢10個看咯，伊你天咧是貴鳥一粒咧。安尼我是個食種。有瓜子哦，你是食瓜子哦。哦，個 traditional 呀。哈 ，traditional 誒，係奇奇怪怪哦，無事㗎。哦，無事㗎，即係成個講係咪榴蓮啊、Chukiko 嘅 flavor 呢？無事㗎啦。我白糖是個食5錢呢。哎呦，按照老人家是個食5錢，我不就是個食5錢喎。真係個食5錢呢，5錢我冇咩曉。我驚食5錢，我驚食5錢。特別食胖啦，人講。嚇，做咩你冇食？你成個學住邊講成個人咬入邊呢？講嘅5錢。喂，有嗰啲咩金皮嘅味啊？我冇食。哦，你人講是，但係就人講 kaffir leaf 是lime leaf。嚇，是泰國柑啊？泰國柑嘅曉啊？唔是，泰國柑是柑骨嚟。Coffee lime 是唔知啦。Coffee lime 水柑啊。水柑未曉啊 ？Coffee lime 是limau kasturi。Coffee lime 是泰國柑，咁是叫泰國柑 ，because 伊皮粗了，甚至落文你成泰國嘅，所以叫泰國柑。泰國柑未曉啦，你知係成個人古來邊，但係我係一個聽講，你到底 Skype 你跟我講。แล้วแล้วอีกทำยังไงอีบี有隻 unique 一隻係隻物件啊！啊，你度隻貴我會記，因為伊個 ingredient 貴嘅數。有一個係巴油泡參嘅啊。哦，巴油泡冇好料啊，冇巴油泡嘅冇好料。對，啊，有巴油泡嘅入面，你食呀？別講我驚食。呢個嗰啲咩冬瓜條冬瓜酥嚟嘅。我係嗰隻冬瓜條哦，喲！你太低龜頭啊！太低。無啦，你夠做人條，你無係正濟，無係正甜，你冬瓜條甜啊，好，你別行物件免係咧甜哦，所以你參落去食，是你薄薄食咧，一條，你特喙尾食掉淡薄冬瓜條嘅，夠做咧，無管只甜，你知哦。你去你辦機，你俾你辦機好，一冬瓜條是第辦機嘅買，時間啦冬瓜條嘅好攞粒錢咯，喺你度甜。唔是啊，你去食你甜，你辦機你較濟是食甜，你煎冬瓜條個了啊嘛。前幾年啊，即個你叫咩？五咩啊？5錢。即係5錢嚟啊！5錢是係咪嚟 ？Sorry， 5錢是5啦，5 seeds 啦，錢是 nuts or seeds 啦。即係5錢嚟啊！前幾年 DMC 賣一粒34塊。哇！係咪是？你講下大陸語 EMC 係咩？是什麼 ？Thanks Mini Market 咯 ，Thanks Mini Market 咯。啊！伊唔是伊換名了，伊是叫 DMC， 34塊一粒啊！哎呦，買起嘛，我嘛買了啊，食太甜了，對來放甜酒。哦，我一個聽講啊，叫我講伊5錢是啥物錢？土豆錢麻芝麻錢啊，芝麻錢就是麻咯。然後佫有即個核桃是叫做walnut 叫咩錢啊？福建話叫咩啊 ？walnut 合桃啊，嚇合桃。然後佫有杏錢加瓜子，即個行。哦 ，OK，所以叫做錢啊。NS 個行啦，個行裝嘅錢啊，對，杏
杏仁加杏合仁啦，合桃。walnut 是叫下面嗰隻打 walnut 是上個洋葱嘅腦你看。嚇，對，合桃，合桃仁，合桃，合桃。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น講係咪個合桃杏仁瓜子？合桃杏仁麻仁，麻加土豆仁。土豆仁是土豆。哦，土豆。啊。peanuts 了，個係瓜子冇？有。啊啦，所以呢是五啦。五類啦，對。它就是5 main 嘅個種第一隻迄個仁。合桃。Sorry， 我特別想我冇未記合桃咯就。桃是แล้วก็有當咩？當瓜條。當瓜條。แล้วก็有馬油泡。有馬油泡誒啊！我唔知啊，就我知馬油有，我先你食就一個。馬油泡。伊會摻。馬油啦，伊是馬油啦，馬油伊無去轉伊。係啊，無轉，別使叫泡啦，係你叫馬油啦。馬油泡是咖喱嘅，馬油是一啲。個馬油。加工來啊！加工應該係加工要做嗎 ？Hello， 加工。Hello， 等陣我幫我麥者。嚇，呢度要係你sweet corn 嘅加工嘅粿餅。加工我叫你會搞了未？未。哎呦 ，not yet。是禮拜了呀。有時安尼款嘅咯 ，maybe Monday 咯。好了。搞了就要同你講嘅。好。因若是 by end of the week 無夠啊，你甲我講我個寄another lot 好咯。感謝。你俾咩可以？無啦，我人參詳嘅，伊賣一項去這邊寄，我買互伊啊。錢啊？你係咪物件我本來？即係我做咩？你係咪物件我本來唔猜就成嗌啊？冇習慣。我買條路，我做邊個條路？你講成人拗嘅味。哎呀，買係你買嗰個太貴啊！誒，我問你咁晚食我錢嘅粿鳥，粿餅咧，是同你叫咩啊？是善堂。善堂。係咪？你叫咩啊？等住你講，你叫咩啊？人講叫咩叫？你講你咁晚，你講鹹啊？嚇食咁晚食鹹還是咁晚食我錢？我咁晚吞粿碗鹹咪。我錢你派食咩？派食嘅事啊，我錢個派食嘅鹹啩。喲，你成日一鹹啊，一接嘅了，嗰是錢嚟嘛？鹹去嘅了嗰啲。係啦，一鹹去嘅了，你鬧嘅了，一碗。要鹹好了。咁溫質我錢啊！問過一隻鹹。冇 baby 咯。baby 鹹嘅咧，唔係咯。係咪數？以前你人拗嘅味素呢款。Actually， 我錢伊路別食啊，個是伊嘅。杏仁嘅味啦，啥？杏仁嘅味啦。我們是感覺到杏仁炒白實啊嘛。冇啦，杏仁我度食杏仁。杏仁湯啦，你講咩？你嗱食用啊 ，because 你用係你燉冷嘅杏仁嗬，冇得着炒白實啦，你用阿摩杏仁咯。冇正着杏仁只。不，咱講到對咧。冇正着澳洲米炭嘅伊個蚵仁嘅啊，伊個蚵個咧有嘅啊，白色也是。哦，白色炒油膠啦，炒油膠。燒上苦了，炒鋪了就所以安尼炒味。olive油嘅啊。誒，我問你，澳洲米，你講你加隻杏仁，你加隻係你杏仁泡嘅杏仁啊？泡嘅杏仁本 OK， 特別冇咩熟㗎。特別你冇驚你味啦。好啦，係咪嘅？你冇驚係一種嘅味啦。OK 啦，比這個做較好。成個較做味，對。我想啊。
我哪有想，无想啊，加做个咖喱哦。我是那个毕业比赛，跟那是加做比赛哈。我们是个只加做，我是个只行进，我们是个只行进。我呢就是 shut up。你學呢隻舊字啊！你邊學我叻呢幾冷啊？係事。所以說你一隻牌，你再有件節啊！我 supposed to be in Manchester 可以做到冇攤去。哦，咩事誒？嚇？我個仔女叫到你冇攤嚟，邊咧學見落去咩？冇啊 ，because I today supposed to be Manchester for a seminar。一做到我冇攤去咯，就咩？一步啊貴咩？哦，後尾是步路，按照步路。伊去 attack 我係記啦，我驚講幫伊人。哦，伊人幫伊人到處家己。嚇，我唔敢，所以伊去唔到啊，冇法啦。哦，你咪其實通講個句咯，你冇人嘛？我冇人，我就煮嘛，咁樣呀，我冇 prepare 同埋我 after 一走了5點半一出去了。我到自己困到11點都知喎。哎呦，困車起來我冇歡樂啊！嚇，不要緊嘅，歡我本車，一起來困車起來咁樣，乒乒乓乓做嘅了，物件嘅了，然後講 OK 咁樣，佢叉一半嘅豆嚟隻後生，然後佢嚟同我講話，冇啊，我叉 runner beans。runner beans 特別食，你有那班伊長直直走誒，你有那班有那走直直班。冇啦。啊是伊豆直直跳。我 favorite 係豆嚟，because 食甜，一個食好食。哦 ，OK， 講對粿餅嚇。OK。你是個食安怎款嘅粿餅咧？就講。我是個食蓮蓉，然後I 嫩姐姐就對啦。哦，你是個嫩姐姐。lotus seed 啦 ，lotus seed。OK，咱暫時咪講粿餅嚟啦，特別咱是講粿餅嘛。咱8月15當金，個攤做下面物件做老抓，除了去所以 supermarket 位啊，行去咧 Queensbay 嗰度位，Queensbay 攤去看，攤去樣像後卡有賣，只 vendor 賣伊個咧粿餅啊，冇上羅地虎賣羅地虎。羅地虎是定冷。羅地虎是你有硬公鴨餅啊？硬公鴨餅。杜驚要杜驚。杜冷嘅位嚇，杜驚冷嘅。係到冷嘅位。我細人家是解咯。杜驚是唔是上做咩說你上迄個古典嘅人去浸豬籠啊？你看你有咩講述？Because 唔知有咩講述嚇，伊係到你杜冷嘅嘢。哦，你是講安怎人做杜冷嚇？伊人講啊，做成啊杜驚了，係細地了，伊 marketing 伊浪去咧，人嘅為啥做杜驚？係杜驚就是人咯。我唔知講事實真特別，我再講伊杜冷係是伊一定到人在杜是用係杜冷嘅嘛？是。嚇。他當今嘛是安樣款？แล้ว伊咪是做細隻杜驚，咪是成個睇啲杜冷嘅啦，咯，特別浸豬籠嗰啲人咧，嗰啲是會成個跑到死啊，是不是用到啲杜冷嚟浸啊？哦，唔是，古典有人就浸豬籠了，伊就安尼款做邊 I don't think so 啦 ，because 人講阿邊是杜嚟，都唔是人嚟。哦，OK。你冇看過先咧，但係只只芭比多到啲杜冷嘅嘢。當今嘅新興嘅紅光鴨餅呢，伊人出來麻針嘅金虎啊，乜嘢金虎？伊人嘅杜驚係，伊杜驚無幾隻杜咧，成個渣呢，然後伊人做杜有啲做杜嘅頭呢。小白呢？冇杜嘅頭呢，那個做伊個面啊夾端嘅呢，然後有啲係歪頭殼啦，麻針啦，當今人真係 creative 了。哦。然後會愛做紅光鴨餅，係你唔是杜特別麒麟，你知麒麟冇？麒麟啊，麒麟是 dragon 嘛，麒麟是 dragon 嘛，麒麟係 shape，然後有上個親戚講虎嘅，金虎啊，是個有一種金虎嘅，金虎，
李虎基本有，金虎本有。啊，李虎對，李虎冇對。我是講只你金虎啊，你看你伊fin 咧背出來，啊，翹。成個等陣，成個你 iPhone 6S 誒咧，小把虎，伊咧 screen 嚟嘅，可能咯，我知啊。iPhone 6S 嘅 screen 啊，伊個虎啊，可能咯，伊背。我唔知啊，是啦，面近啦，英國訂冇咩？冇覺得啊？我未來咗。iPhone 6S。iPhone 6S 伊 screen 咪是伊糊啊，你看嘛？唔知燒 Apple 就借鐳啊，昨天拍廣告。糊出嚟糊啊，人講啊！我燒 Apple 就借鐳啊，早起冇開佢就情況。我覺得貼啊！啊冇 ，actually 我未開過，我 reserve 定我未去買過。希望咱聽到這 episode 嘅時候，趁用到我新嘅電話。John 讓嗰邊 iPhone 6S 出呀？啊，就 pre-order 吧，你講啥？呢邊嘛未出過。pre-order。你baru announce 29號。你baru 講 keynote 呢？係啦，我 already pre-order 嘛。數隻擺伊談到 Microsoft 嘅人去做嘅。啊，對，伊人睇去白鴿กับ Microsoft 了，我聽。Steve Jobs 是啲伊嘅 grave 裏邊過來過去咯。啊啦，伊啲臉啊。個做迄個 stylus 出來喎 ，Steve Jobs 第一攞嘅。特別別講嘅 Steve Jobs，because 伊安尼整你整嘅時候。伊出不出來，伊要 sell 伊個 iPad 嘅時候 ，of course 伊就會 sell 部 stylus 啊。because 伊係係 form factor 安尼大，安尼細嚟個嘛。แล้ว即係大嚟無上嘅 precision。所以若是講有可能啦，有可能我即想本來是講 Steve Jobs 來嚇，伊 direction 有可能無上。特別我 feel 到即個 Tim Cook 嘅 leadership 嚇，較 connected， 較 modern， 較 connected to 伊個 consumer 佢。I agree with you。啊，你成個一隻字，They know what the consumer wants， yeah。你樣無 Steve Jobs 成個 dictator 啊，你看假死人。係啦，特別無 because 伊個 vision 嘛，伊個 vision 就 strong，是唔是？特你阿漢都未使講嘅啊。如就是 because of Steve Jobs 啊 ，Apple 嘅 products 啊 is where they are today。萬是冇 Steve Jobs 啊。伊未 successful。誒，當佢邊咧，愛佢邊愛悶極。แล้ว蘋果係佢邊？呀，佢哋有蘋果佢邊。這 OK， 這係咩 ？Autovie， 呀 ，Autovie 你係咪冇睇咩佢邊咩？等人店。你但是冇講就係講佢邊啦，冇就走去買咗咯。唔知咧，冇吹到等人店過。你到邊到了久啊？冇夠一年過啦。哦，這裡是在加拿大是買這個杜景，加拿半4年，老頂有啊啲康康。哈哈，把刀應該做叉燒誒，叉燒啊燒白係佢邊咯，一點很就燒白咧。誒，我是講只南面有鵝湯誒，是鵝湯啊。嗰度鵝湯誒。伊南面有包物件，有湯誒，南面有鵝湯是唔是？伊個人講啊邊南面有係特煲鵝湯在南面咧。冇啦，伊係豆沙啦，唔是鵝湯啊，豆沙。啊，都有鵝湯嘅本。鵝頭，我唔知隻鵝湯，鵝豆沙有啦。冇啦，冇鵝湯啦，得落鵝湯。誒，特別是鵝豆沙啦，我想是鵝湯。你係嗰邊啊？ pass the sell by 我豆沙定我豆沙有嘢，有。แล้วยาไม่บูในคอมเมนต์น่ะ我豆沙有แปะ豆沙豆用伊人是我見人切啊一嘢係你แปะ豆沙แล้วก็ลูกแล้วแห่ดูเรนเอเซนลูกขี้แล้วก็ลูกต้องสีดูเรนในมูนเค้กแล้วใส่ลูกover the top ใน price เขาลูกเขาหลังเดี๋ยวแล้วมีกูรู้聽到有講講白豆沙that is 白豆沙白用啊你講咩白用啊你講咩白豆用白豆沙是用乜嘢啊？是唔是用綠豆啊？綠豆咯，綠豆嚟嘅。OK。然後老人啦，老人食一物件，講一個
special 啦，係咪 special 啦？只係起天啊。chocolate 咯，咪就 chocolate 咯，咪出嚟。chocolate 本是用白豆沙嚟 base 嘅，家姐係你古怪怪出嚟嘅咧，是白豆沙嚟 base 係 chocolate base。哦。你人捌食月餅啊？伊個皮啊，唔是 brown 嚟食嘅，伊做成啊冰皮啊。然後伊內邊，伊內邊呢係pandan custard 內邊嘅 feeling 嘅。哦，你想猜人咧嚇？冇。你講是上個一個款嘅是無？唔是，你講冰皮啊，猜人呢？猜人呢？我咪知佢。這是加工做我舊年我 freeze 起來了。哎呦，哇！當這是我嘅。Hello，當這大間啦，我見你未做好咯，在 freeze 舊年嘅見你。我食啦，我食一半了，我食一半了，我 freeze 一半咯。誒，當這是隻肉巴掌嘅啦，當這。係咪當這隻一樣咗？當這隻個個隻嗰時就對。是啊，大個人。阿 John 都見知頭殼有淡薄。頭空啊！站一搏命聽嘅，我都 iPhone 數冇夠困。當這是隻龜魚，個龜這是隻巴掌，八月10個是隻阿蹦。隻阿你叫咩龜餅？龜餅。我到這邊安尼幾年啊，baru再講啊，我這邊yang有 celebrate 八月半。哦呀！哈，我有 send 予英國中嘛，伊個係咧 invitation 有，英國中都。好啦，就是啦，我都冇興趣呢款物件嘅，你我參加女人呢，我梗係知係咪當節啦、八月啦、九月啦，係咪鬼啦？我嗰啲 Malaysia 都冇有安尼物件，是即俾我看到了，我琴日 send 予女人係咧 link 我啷會記細漢嘅，我英國中細漢就走啊嘛，我會記我第一暑假誒，我特啲講國下邊嘅區嘅大啊，啊幫光你會記哦，你捌去過嚇幫光？伊樣上拍落歌誒，塞住咱誒車，後拍落歌咧，時你都對啊，佢電囡仔夾定人夾即個護頂對行咧繞啦，你唔會嘅咯。對，我會記。嗰啲先係先嘛有。是咯，我是暑假安怎無啊？當見我嘅暑假，咱講家己做過哎喲。若是講教過，我若是教過對後哈，咱就是咱未 vote 過啊，去別嚟學見到看網頁 vote 看就真有興趣，會做咧 BGHK 麥間多誒，係啊。Hello John。那是vote 了冇去 OK 哦，有時未拄着點寫對呢？如果興趣就會使 vote 啦，我唔是講你講咩啦嚇，你興趣。我要看有人 interest 哦 ，so far 冇人驚 no 啦，特別 necessarily 講人冇興趣就唔去 click 噶啦。所以我要看到一人有興趣，แล้วก็再講愛去 enjoy bus 嘛。你愛做幾多咯？我 vote 嘅時候，我成家己啊，我買一人來啊，我那是我驚我無夠食啊。你驚咩？不要緊啦，你這，咱都唔是 order，咱是去店去食嘅嘛，你咪是叫做叫。好啦。所以那是講未 invite， 你就 invite 你一人爾啦是哦。你驚輸哦，夠驚輸。英國叫就今次你學我牽是哦。好啦，我擒隻鬼來啦，哇！咪這個時候錄咯，人10人 share 一支杜卡，好，你一人一支咯。一人一支嘅杜卡，我冇跟你見隻杜卡。你可以食我哋杜多啦，可以杜多這樣子的。哎呀，杜多我是冇食啊。杜多那邊個自己嘛？你叫我啥？陣間咁你最近做。做咩？杜多香。係我冇係惡機啦，我見你惡機唔是啊，所以我係係你見你包落去。哦。誒，見你包車嘛？一個。唔係係按照情節，我一個朋友嘅好話，然後我夾伊嘅巴黎巴做 stew 了。แล้วก็ชวนอีกระจับกุดปัดอ่ะก็เลยให้สีปัดแล้วว่าสิแย่จุดทางนี้ล่ะ
แล้ว我看到嘅時候，直接冇把行物件係嘛，所以咪指落去咯。做叫比檢查會去啊。嚇，所以若是講冇食冇要緊嘛 ，because 煮湯爾嘛叫我。頂朝我媽咪是頂朝來時要煮肚道湯，我唔知after that 我落飲掉啊，該好食呢，該一面洗一前期我啲洗變了。即邊嘅肚道，若是我買啲永業嘅呢，伊就洗便便，特別我本身記了，家己個 still 洗過啦，唔驚個人洗啦冇清氣。這邊冇清氣冇貪味這邊。所以數路嗰啲OK是伊嘅食是伊係冇去食呢嘛。冇，配本，伊冇是白，伊個只鵝呢？OK 冇是白，你就伊配鵝呢。OK 是 free range 嘅，較濟是 free range 嘅。OK 本人叫做醬雞，醬雞。古早是人叫醬雞。伊冇成個醬嘅咧嘛，伊我俾佢，哎呦死撚隻。食波嘅啊，OK，人叫做醬雞啦，古早我細漢嘅時啊，那時候看到我咧餓，我就走咗咯。伊個肉真正甜啊，是啊，我食過，我真愛食。我真愛食OK 無用買啊，OK 特別大嘅，去 market 特別大嘅。這邊嗰個無通買，就愛 order。Yeah, because it's free range 嘛。這邊無通買。我usually人買 OK 嘅。OK 人去。四隻白色嘅雞，我當買個買呢速凍嘅。冇啦，四隻白色雞無香，這個是伊嘅毛白，上個醬。我這邊鵝雞無。細隻呢，然後伊嘅雞是烏色嘅，伊嘅肉是烏色嘅。這邊無，這邊無。真水喎，伊嘅雞真係脆味，真水。伊成個醬胖胖嘅咯，伊冇。胖胖嘅白色嘅嚇。毛白配鵝。但我細字我騎起來時，你真係算我請咗地殼啦，叫走鬼。係啊，我看未到。看到我人做第一個物件。你請係咪看呢？你請係咪看呢地殼？你請細啲white啲，實是你請 boxer，實是係咪？我請 boxer brief。誒，but no，我唔係請 boxer。唔是 boxer brief，迄啲叫做咩啊？成個 square cut 嘅。boxer 啊。square cut 嘅，黑底嘅。我喺度看啊！上個我嘅地殼是一位買呢，我嘅地殼是H&M 嘅地殼，我就接。唔知佢就靠5條，就半幾嘅。特別我是講伊個頂嘅，你頭前有泡出嚟，你冇泡出頭前隻眼。班長有啲大。就是咯，我唔會隻作嘅，你隻作咕咕嘅。伊隻安那，伊頭前嗬，你真有你得看伊部頭前伊部 separate 嘅泡出來，所以你煎你規個巴掌啊煎個邊邊含煎餅去啊。我甲你講啊 ，I just 我馬路 discover this week 啊，人打波嘅老人穿嘅 diapers 啊。哦，唔是哈，伊唔是上個囡仔穿嘅啊，老人穿嘅 diaper 是上個底褲呢咋？落好多浪啲件啊，你嚇？我馬路 discover this week 啊 ，because 我人這邊有一個老人啊，伊 incontinence 啊，了伊被一個，我真可憐，伊若是穿嘅古早伊驚兒尾互伊。是上個囡仔穿嘅 diapers， 伊若是出去外面咧幫助啊，特別偷褲偷咧偷家咧，都 somebody 講你會買上個打波穿嘅 brief 嘛，so I just discovered。我有兩時囡仔穿嘅 pull up pants 呢咯，穿對。I didn't know that such a thing. I just discovered。唔知啦，實講滿可能冰。嗱，講啦，不知啦，另外一個特別我寫嘅嚟，就講淋冰。嗱，講超超嘅淋冰。有一個定節有人 suggest 本特啲 website 我嘅記寫嚟。淋冰加咩啊？淋冰加超超。超超。
姑娘 after 阿 John go off air 了嘛？你人等者我要佚佗一條嘅歌互人聽。你真歹死啊！袂使，你特別等 after that 啦。你會寫。after 你 recording 冚了啦 ，off air 了啦。OK， แล้ว等陣會講到啲八項部，唔知佢邊物件，嗰八項物件，8月10個係咪物件？做定人比賽。我捌贏過咧。哇，搞得嚟講下真嘢。係咪嚟？定人比賽。做定人比賽。係咪嚟？Lantern 啊，胡丁啊，胡丁。啦，叮當，等陣阿妹你記得這個阿妹你講嘅時候，我講就把胡丁嘅，胡丁啊，叮當啊 ，traditional 啊，只較只伊到底是有做劍胡，然後呢伊胡啊是，劍胡啊，幾格上啊，幾格，不過有係你零啊，唔是零啊，唔是伊頭零個係叮當，得轉咧嚇。你落去哦，特別係一個設計嘅設計內面，我行啦，風吹啊！一開個燈就燒去，伊個卡線你看伊司機嘅咧鐵啊，你係一隻後陣間硬咧壓起來硬，你用小隻刀啊壓咧伊鐵啊，煲誒白嘅支起啊是一隻到咧燒去邊啊就燒過定啦，我隻眼我烤。我烤爽了，婆跟他徛住，喂，走開。哎呦，趣味哦，笑！我是決定啦，你個係你只傳統嘅一種啊，你係啊，當然唔是用空嘅，你係是你翹起來，係 accordion 嘅呢，翹起來。有誒，你是啥日本調嘅？我係你會使買，你會使買，伊來邊邊嘛，叫，然後是伊會得一個買嘅，你放你嘅切架，然後你係落去，你翹起來啊，你係咪叫落去點咪？係是 paper 咯。伊這個是冇識嘅，這個你識嘅。我捌到啲位只係厝有一年我對去是過8月10個時，我咪是到啲厝我往家己煮物件食哦，然後到啲坐到啲外口有一條我長嘅條隻咧定人咧是到啲啲隻炒米粉的咧三珍肉杜卡炒米粉甲過嚟菜，แล้ว我個煮過來嘅，แล้ว我個隻月餅隻土豆。食那邊食pomelo，OK，日本嘅拜拜。我細漢嘅時啊，我愛一個定人，特別係定人真正貴嘅。死未記，喂，我頭都就貴啊！我未見嘅咧土豆，我見嘅隻土豆好難看，咧死期啊！見嚟我未見，佢真貴啊！冇看到啊！即土豆啦嘛，大粒。會食啊？嚇？阿種你是正嘅土豆會食呀？我 magnet refrigerator magnet。阿種我看我哋土豆我青係食嘅。好了，其實等陣我企喺邊啊。而家講你定人安怎？我細漢嘅時，我真係見一個定人，然後特別定人真正貴啊，所以我爸甲我講。你愛哦，你幾多年唔使有定人咯，然後買一個給你。哦。嚇 ，because 係你定人啊，是上加係你國家嘅中國人嘅定人，有係你hexagonal 嘅即係大嘅就係哦。哦，我知咧，邊一個人咧翹。哈，真水特別你知啊，我細漢嘅時係你定人40塊。貴啊，真貴！係你點寫真正貴。然後特別我見嘛，所以我爸講會使啊，我買互你啦，你幾多年未使有定人。我講 OK，because 什麼特你有趁4年唔是啊？你買下面嘅 shape 嘅，下面嘅本嘅，所以我講買下你叫我燒下你定人燒10幾年哦。哇！你不要緊，嗱有一道時上邊啲拄着我破了，我個包到堆，我個畫到堆。哇！加工啊！安尼貴40塊咧。
假講我細漢嘅時，我有一個電籠爾，我係咪姐買互我一落去市場街，買轉來一個電籠互我，是一個紅嘅雞，我點伊一個行出去3秒了，一倒開嚟，巴如3-5秒了，我都無電籠了。起來膀胱了，膀胱誒，即係講，你係你電籠是薄嘅哦？唔是，伊唔是薄嘅喎，rice paper 係，伊是係你 rice paper 啊，唔是 rice paper 本，伊是係你玻璃紙，係你cellophane paper 啦，玻璃紙玻璃紙嚇，แล้ว伊人畫，你就伊人夾邊嚟飛畫嘢 design 係咪แล้ว嘛？你用個邊用？你看學堂可能看伊嘅當金用嘅，哇！即係個 Mickey Mouse，喲，個 Mickey Mouse。แล้ว我會記講 before then 啊，我係講俾我一隻領嘅電籠真係大隻，แล้ว比較白嘅 because 我上細漢白嘅，但到點了放掉下邊面。Actually 啊，玻璃紙真係用到開嘅啊！你若是來這邊英國啊，這邊英國伊人嘅環路安全嘅意思啊，伊人是無好見啊，似到個玻璃紙個倒開嘅。整家誒，你看你物件誒，伊人無好路參嘅啊。哦，因為你做呢？伊電籠嘅伊個迄個茶啊，二嘛上底，入底。無啦，個立邊啊，伊個開伊個整家，伊個立隻開啊，安尼挖伊個玻璃紙呢。然後成個試過講啦，伊個風若是吹一下爾。伊個開就凍掉伊個玻璃紙了，伊一下都凍掉了，伊就倒開了。我甲你講，當劍伊唔使有隻架了，伊會使用下你 battery LED 啊 ，LED 嚇，嗰啲較安全啦。simulated 嘅，下面是到尾嘅是我做工了嘅是有一個比賽，做電籠嘅比賽啊。做工嘅時啊，唔是細漢時啊，大漢啊。唔是我做工嘅時了。即係我就係我佢咪咧，你 offline 一家教你講，即係唔使講啊！就我講佢背後你聽我識。係啊，你人嘅慘嘅，你 offline 嘅物件㗎了。唔係啦，如果白人嘅唔使啦。你外名啦，外名。唔 because 我係嘛，然後我去係在大陸有，係你人做事，係你做係你工地嘅厝嘅人就。大厝做大厝嘅嚇。嗰啲喺邊啊，我叫伊做，我 draw 伊 frame 出嚟好啊啦，แล้ว我做伊 size 嘅แล้ว我會按呢款嘅 frame 你做好啊，按呢大咧，你看到我伊問我你要做下面，咁你咩梅話做下面你做好啊，我好努力就掉啦，所以用喺你bamboo 啊叫咩滴安尼做啦，我講你當啷做好啊，個樣嘅嚇，你咪好啊做一下啊，伊人會有隻狗嘅嘛，白隻物件嘅了。所以做好啊！你去lâm陳那去啊？lâm陳那去。對，lâm陳那有一間嘛對。那陣那只最勁。唔是lâm陳那，二條路。二條路 ，OK。唔是二條路，頭條路。Shangri-La 嘅路嚇，頭條路。頭條路。有一間嘛對，做一個。伊別話lâm陳那本啊，แล้ว佢做廿 size 嘅แล้ว可以做咧，做一個真啊大嘅好啊，所以有伊 skeleton แล้ว我入呢期啊，แล้ว我教人我會按照我 draw 嘅แล้ว出嚟แล้ว教第樣做แล้ว係咪是俾係你battery 嘅係你你嘅嗰啲去係你 hardware shop 俾咯，แล้วก็กี่ wire up 做嘅แล้ว係落去，แล้ว係你จำ先係話能俾 rice paper 啦。rice paper 嚟做起來，你知啊？做了俾佢去比賽時啊，冇制就更就係叫人車載。叫人車載係啲一個，我會記，伊個人車拖伊，然後我人係啲一個上加一個 frame 啊呢，你知上加人嘅吊衫嘅，係你係你。
教嘅舊沙係你知哦？拍沙，唔是拍沙，唔是拍沙係你人舊沙啊，一個上個我哋 end 時到啲頂邊有一個 bar cross 安尼款啦，咧有鏈嘅啦，แล้ว叫人車拖。喲。เนี่ยมันก็อยู่เลี้ยนมาเถอะ所以也ใส่ทัว啦แล้วเดี่ยว起來ฮุบ起來แล้วถอย起ก็會贏咧明我問你叫迄個lâm陳啊人做你嘅時候你做迄個是一時做一個啦做一個 skeleton 呀我會伊內邊伊做啦伊 design 㗎了我人個叫做用 styrofoam 用 rice paper 用這裡 cellophane paper 加了 macam-macam multimedia 啦。哦。我做這個是 competition 就加工。對。哇，笑乜咯？我直接擺比賽過。我這係點聲特年啊！我切就俾我人樣，這個定啊。特年，等下英國上講啊。行幾步就笑啊！特呢個行幾步就笑。是啦，都唔是就笑，特你會合格嘅嘛？笑你就合格了嘛？係我係講係領嘅固定前一大，唔知是以前一大，還是我細漢了看了大。一等啦，冇在條根嘛。一隻等嘅然後特別特你用了個包起來個。燒得好啦！燒煮會頂，แล้วแม่นี้because 我冇破白人嘅破แล้ว我冇試嘢你知哦。哦，你搞燒數。แล้วตัวบ่係個有啊，唔知只個有個แล้วตัวบ่係我見下你一個嘛，講下你一個嘢40塊，40塊，我貴啲40塊。แล้ว時我講 OK 咯，我咁慣咯 ，because 個有下你領嘅，但你我都冇談試你嘛。because 係你領個有㗎嘛，係你是為講好啊，所以我燒個隻股本，แล้ว我爸俾好啊，係你一個，我本燒個隻年，燒個10幾年，燒個我做工แล้ว個燒有個啊。你破下，到尾是破แล้ว個佢俾係你硬色嘅，係你glass paper 係你 cellophane paper，個計兩到堆，แล้ว個計畫到堆。哦，攏最諗乜？自己做過定人嘅啊，自己做按照看嘅定人。我係爸做過好啊，迄款細隻，迄個 glass paper 啦。แล้ว有4個面嘅我會記。哦，用杯壓嚇。แล้ว咩杯壓？用杯壓做啊？杯壓，我做 wire 嘅。我知我捌做過，依個米羅丁看2塊，那士兵嘅接掉起來嚇。我捌做過，我冇做過。我見啊你。我就寫，我就畫咗中秋佳節，即係家是厝嘅家。John，哎呦，我諗知道。Before the next year，你做這裡8月半咱自己做定人啊 ？episode 哈，然後咱就你家早講啦，然後叫一人做一個定人，咱入來看。咱 post 起來。OK。多咪俾 many competition 啦，唔使 competition 啦。many 8月10個，可能我哋變靚嘛，我就是講，你咪自己。明年就是為16年時，我是講你多嘅時候，等咪是我俾佢10個咯。所以最人去就愛入一個定人自己做。自己做定人，夾時本嚟使。你使。你使去買你沙士嘅罐，你 plastic 沙士嘅罐啊，你掛咧，你緊照嚟就是定人啊嘛。當今你使係 LED 啊，未掉燒咁樣你驚。我哋攞下你有係 battery 嘅亂咁嘅有 music。哦，係 music。係咯。我冇見呢一個開個 music 個 sound 啊。對。幫光你叫到時候，唔知人嘅你，攏知，伊有一年是伊定人嗬。
是不半項嘅啊，成個 beach ball 呢，可能半項，你半項咧，一啲有一坑嘅咧，而且就 obscene 嘅，一成隻薄薄嘅坑，你吐到啲伊個一粒隻好似隻 vibrator 呢。嘅啦，伊是點一粒電珠啊，嗬，伊成一條是青枝哈呐，青枝，你一啲 battery 嘛，一啲係隻 battery 轉呢嘢，你成日吐只佢薄薄嘅坑嘅嘢，嚟叫，有玻璃鏈啊？冇，伊唔是玻啦，伊做成個幾隻，成個伊是一個。即係一個 bear 還是硬公鴨咯，還是 dragon 啊？特別是半項 plastic，你半項伊 inflate 啊嗬，你個吐伊隻架，伊你電珠嘅隻架，迄電嘅火啊，你個吐到啲底去啊，底有一個 switch 咧閃就一對導火咯。所以特別我係使冇呢 to be because 伊冇一種嗰啲 ornate 嘅 feel 啦。一想 modern， 我冇聽到啫。特別你嗰個隻線咧，學堂嘅時代咧，就是一支battery 有啲 built in 到啲 handle 嘅位，是唔是？是，我有時間成個冇咧。嚇，一你開一喺度聲啦，叮，你叫，你叫我咩歌啦？隻哈，這條歌咯，哈，因為有這條歌。對。我記你聽到佢冇幾長啊。一聲就講你 battery bill 是嗰個事。將走去做定冷端嚟啊！做幫曬啊！冇internet 對。哦，坐你嘛，去跟你過去你厝啦。好啦，啷把你搞咋咩呢？落雨你厝入去你就3點鐘開車啊！叫你厝 internet 較好啊！你看當見第一名嘅就是青枝啊！你把你做點樣？啊，我有啲我自己嘅厝。哦，你嘛搞了呀？搞啊！啊，伊搞了。哦。青枝你 Unify 好勢哦。啊 ？Unify OK 哦。哇 ，Unify 冇 problem。耶 ！No problem。梗係梗係快呢，我看你但係 download 變嚟學見，你特別你嚟參嘅時你個聽，你冇嚟參嘅時個聽。哦。你聽你當到啲 YouTube 會聽，還是到啲 iTunes 會聽？不 podcast app。你到啲 computer 嘅 podcast 會，還是到啲你 iPad？我用我 iPad， 我 because 我 iPad link to 我 speakers 嘛。哦，所以你大班聽啦。啊，你看我 speaker， 我 Bluetooth 嘅 speaker。哦，你幫大聲咯，咪是哈，唱甲真亂咯。對咯，我若是做工嘅點聲，我聽啦。我講聽，我若是旁邊咧學見啊，小幫啊嗬，伊個 Pixie 啊就，人哋往唱只大聲，下個鬼走個了誒。所以若是唱無咪平安時，你幫來聽就嘢。你講緊下個鬼走個了啊，走幾節啊，我困車啊，我看到我係怕，個了有車等個可能。學鬼做邊？嚇冇聽喎，我都冇去 anywhere， 我多處呢就會聽。因為上次沒有，上次我次就是要 MC。對呀，那個還沒 MC 啊，還沒說，應該八度啊。MC，次還沒 MC。哦，伊係攞官聲，伊攞官聲 MC 係一條，伊想是紅功夫，伊去燒來食去。嗯。一共你我聽嗰是 circulation 嘅。哦。唔知攞餅白下腳呢？攞白。冇啦，伊我車是伊搞起龍伊開啦。安尼食辣呢？我帶你搞你搞住我來，特別你借落先俾跳起來，你把開。冇你有到啲 inner thigh 嘛，對哦。伊搞了，伊借落是伊煮落開，你問下係在 inner thigh、outer thigh，係咪 thigh 唔會啦？Thailand 喎。
大家我呢老咩 vocabulary 上呢 weak 一個啊。老啊嘛，當今。你食 aspirin 先，你看你食 aspirin 嗎？你冇食 aspirin 啊？我冇食。你叫好，應該點看嚇？誒，那個等陣啷個想到蝦米物件啊？八過10個誒 memory 啊？我係係靈格，就係當靈格，對，靈格，成個古嘅，咩是靈格？伊是上加係骨頭咧black 色嘅。我冇暑假食 because 啊，我半大病伊。Somebody try。紋身都背吧，你唔知嗰個背。Actually，係你真係 faceless 嘅無物件嘅，伊成個煮嘅，特別即係你講細漢嘅時小嘅伊，但是講啊，一年無買啊，面餓了咯。我冇暑假 ，because 啊，病了時候你講啊，正講你歹病。我唔都話換下你腰疼只，或者是係你事。係你鵝啊，你就係你食粒嘅鵝，你 baby 嘅鵝。係你本上佢食了啊，殺了，而佢係你腰疼只，啊冇到係你牙疼係你gula melaka 係豬個牙呢散散。即係一些粒嘅鵝咧，我諗脆啦就嚟食嘅，脆啦換。你怎麼見呢？有時換係你gula melaka本就，哎呀講了啊，我想要去做件啊，鬼點知？各種都看啦，你食一個啦嚇。一個啊！我看到了啊，個呢個半時。阿 John 古早細漢嘅時啊。我 break it into two 啊嘛，แล้วอ้อย入邊嘅物件出嚟之後，แล้วเกี่ยว即係倒掉你哪裡位？哦哈，對，做真假呢？對，我冇。哇，唔捌食過啊！咦，入邊是有蝦米？白嘅話。那煮啊呢，啦上個一個。我就講你慣咗嚇，你按照去熬伊漢式會按照熬出來。用炸呢？用你頭薑嘅杯嚟熬伊。用一個 big oil 咯。這是啥物煮？這啥物煮來？去簽嚟響 oil。阿 John，咪咕，你當乜我對嘅事？你講係咪 cake 啊？係咪 cake？係咪 cake？哦，你講係你伊個 cake 嘅名是林巴達。哈哈，林巴達對，林巴達對。哦，這個段英講我聽，一直聽。我段英做咪起來才咁講。伊見笑。免見笑啦，你看我人講嘛，姑姑嘛食嘅咯。嗱，這是上海。你叫伊來。你個依家食嘛？叫伊你大聽我人嘛，唔使見笑。我叫伊搞我善了啦，伊咪。冇跟你講，英國點你講那是講見笑，把你當我人俾條 view 可以在卡咪邊。你會食當今咪是，你去夾 plastic bag 跟落條頭嘅。個啊，你講係咪睇下一啲聽下掉你仔喎？你個啊？段英，你起來講你明拍攝，你夾拍攝嚟講你嘢就要你 paper bag 落咗你頭嘅。我來看，冇人知是你是段英嚟嘛？把刀你 paper bag 起來啊！我暫時絕對是變段英嘅。阿伯，你個段英要可以伊畫面入面，咱成講成那是有畫面咧，咪是可以起來咯。咱個段英畫面叫做抓落。冇，我可以畫面，赤糖木碗㗎。誒，我未รู้啊，你講下自己赤糖㗎？淨係自己赤啦。呢個寫赤嘛少？你使講啦，你估？一寫多。你啊，我問你啊。寫多攤啊。寫啊，你按怎八伊嘅？是咯，你按怎八伊？伊來這邊呢，我拄到伊。哦，到英國會拄到伊啊？冇人。人去
我有一个朋友啦，伊是professor 啦，喺 Keble College 了，伊介紹人啦，伊請人攞人去做特別嘅邊啲伊嘅 college 去食咪食啦，所以我拄到伊就變老人啲講變咗好。你是介紹伊聽邊啲學嘅啦？哈，我講你知無？你若是小南福建話，你會參加這個邊嚟福建，你會聽到福建話啦。伊大啲South Africa，伊大啲 Cape Town 呢。I see。了，伊本是邊人啊？伊是邊人嘅人嚟。哎喲，他車堂啊，他咩起來搞完學啦？伊地頭清嘅車是邊人嘅嘛？車堂，你當聽到我講嘛，所以我跟你講，你起來啦，你起來就你買到啲 YouTube 位嗬，你成個大陸頭，但係唔敢講嘛，所以你使佢去 Skype 位，你拍 Skype 好啊，你 connect Skype 好啊咯，你幾 contact 我到啲 Skype 位。伊講就嚟啦，你看伊 message 再講，無用借幾點鐘 in front of computer。你解講？了緊，你甲菜堂講了緊。我若是我睇下當今我所未大間嘅久了，逐擺啊，逐擺等甲4點幾暗暝困啊，馬上去困未車。我見咧，我說我未大間久。唔都要大較久。你解講不要緊嘅，你過幾擺啊，把刀就爽啊，刀來啊。你講來是來一個 show 呢啦，一個 show 講啦，係咪 listening to John 係咪？I'm listening to John 對啦，車堂都來啦，都來甲我拍課。我真正識嘅，嗬，就人頭一擺起來，我本是成個隻白隻姑娘，可能老朋友。對 ，OK。我咁俾講另外一項就是特晚人講你比格嘛，唔是比格，靈格講啊嗬，特晚人看到你一個一粒豬，你先生啦，真正嘅嚟食豬嚟，你是豬係咩豬誒？特晚人看到，加講，我冇看到，你啊，即係你四粒誒，做乜事隻鵝講我聽？這邊有啦，這邊鵝頸有真啊濟。樣這是拜下你鬼鳥嘛？拜鬼鳥嘛，特別叫鵝頸嚟拜。我真愛食鵝頸咯。我是個食青椒豬係你gula Melaka啊，แล้ว啊，你攬落去啊，喲。係神丹呀。有時啊，我嘛燒啊，真正點聲地瓜油，你可以定了啊，切 into 細椒啊，煮個散蛋落去係鵝頸，哎呦，這nhỏ嘅，這真正nhỏ嘅 style 咯。你想飯鴨呢？梗係好食一個。哎呦，我冇係咪食個食飯鴨呢啦？飯鴨是伊人。我冇食過隻餅鴨是因為伊人特擺係鵝那邊咧。哎呦，你冇食過隻鵝，我食過隻鵝咯。我冇食過隻鵝，好似啊。英國點解你都冇食過隻鵝龜咩？我冇食過隻鵝龜，我食一種嘅鵝。鵝泥。烏角，我食過烏角嘅，我食呢個鵝。冇咪食過隻鵝。唔知啦，死啦！你食過隻鵝，你咪食過隻係你鹽basket咯呀？燒燒，燒雞，那是燒雞鵝，冇食過隻哎呀。我食冇對鵝就是個隻啦。英國人冇愛食鹽 basket，因為自個愛食鹽 basket。美國自個係人道。有咩？冇啦，講笑。有嘛？但係我看到自個嘛，頭一擺對我特別講人道，特別 actually 人道乜咯？哎呀，沙沙人道嘅啦，我係沙沙算啦人道嘅。冇啦，講啦。人道派四啊路？及時嘅波斯，我包嘅。我想我講一個物件，我俾教你講一個物件，你講巴嘅，俾教你講一個物件。有一個人嚟教我講，佢講英國中真正吸引。哦 ，attractive。
吹吹，你係啱啊？唔是啦，唔是啦，啱，一個人同我講，應該將其他吸引，依隻 attractive，因為我每個啲大陸attract 到路，一個嘢巴嘅。當見嘛，應該啲大陸同我講咧，我夾你講起，一個嘢巴嘅，個唔是小巴嘅。個看了真真，所以我每啦就要學變索掉，應該下層 something like that。可以把嘢索掉，可以把嘢索掉。你話打你看到呢件事，你去解就係一點。哎呀，我講你聽，我去小學時啊，我梗係見小個位巴嘅，我笑你先，我特擺係我笑。哦。啊，那小考試我無插了啦，當然無啦。我硬想，古早伊本講安尼，我妹伊話講，巴嘅嘛巴嘅咯，係咪事啊？都唔是講。誒，你係啱嘛？你唔巴嘅。誒，我硬巴嘅，你唔知嗬？嚇，你唔知哦？看你巴嘅，我硬巴嘅。嚇，英國中，但係講伊係巴嘅，無講真正巴嘅，你未講，你安尼唔是叫做巴嘅。安尼係話嘅，巴嘅就大家覺得真係慘咯！你看我食蘋果嘅時啊，你看伊蘋果，我加掉會嘅蘋果，你會看到我係 overbite 真係大。誒，當然 overbite 嘛大。Excuse me，路人唔知我你巴嘅意思。我啲俾個整你啊，誒巴嘅真正巴嘅啊，伊人大人講就咁叫伊啊，個個嗱。coconut 咩 waiter 啊牙靠等陣即係咩見過隻 episode 啊講吹機嘅巴嘅係咪講另外隻 episode true me 咯我成講情節咪講以前隻巴嘅但係花車被 break 到浪到兩頭整會啊叫你找波個個啦 script 啊sampai isai rodua kanju ande ya ye chia over long ye sa ye chia ye chia move in front 啊去long parang 啊ye tháo gong ki ye windscreen ba cái chi ka le yo cáiแล้ว我冇把嘅咯危險啊哦如果出來一程嘅出去停等咗了嘛哦冇把嘅咗咯嘛你看我小英啊呢把嘅想樣成個碰觸誒或者 OK 我寫起來我講自己嘅角色啊或者咱講自己 OK 當然你會見到你 offline 嘅時候佢講啊爸爸嘅你見咁樣呀喲你係正呀你誒等代入頭嚟我就寫起來代入頭嚟啊代入頭嚟啊我試圖一條等陣代入頭歡迎嘿我冇你未了啊這 show 啊我被看妹妹你是個只按照看的鬼片我到啥我豆沙，即係阿女，我豆沙阿女噶，我通常 traditional 啦，你個傳統。我豆沙有阿女啊，有啊，阿女剪啊，阿女剪啊，阿女剪啊，哈哈哈。我豆沙有咩？有，哎呀，你冇聽到我講下咋講，你話講個字，喺度咁大啦嚇。你鬼鳥係哦，我哋剪都有啊。你鬼鳥啊！我再講。當機冇得叫我outdated 啦，但係我再講 for as long as 我知啊，我豆沙冇剪嘅，我豆沙唔係有嘅有啊，當機有，白豆沙我豆沙連樣嘅咧有。即係講你冇聽到我講啊，特晚我係 sales pitch 啊，我未過邊陣時我講嘛，我豆沙係阿女剪咧，就是上加俾過10個是 TOO。金位一粒嘅鬼鳥，你看嘛？你切你鬼邊啲其實開起來是唔是？今年我做我豆沙係女子，我做今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真歡喜人家來收聽，這裡我早期咧特別嘅邊咧，特晚就是日本鏡咯，แล้วก็有ออจูบี哦，感謝啊，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เนาะ
แล้วก็อุบังบางกวาง咯แล้วก็เองกอกเตียง啦จากง啦拜拜แล้วก็青子流掉青子流掉下流家叫咪4點幾啊แล้วก็拜拜ตามมาออทังก็ไม่หันอ่ะออทังอ๋อแล้วก็บอกตัวรับเท้าก็ตามมาจู่ๆก็เจ้าเหี้ยบอกแล้วฮะแล้ว希望把刀浪嘅ท่าน請到一個赤藤起來啦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嚟再見嘅，拜拜，拜拜，拜拜。安怎嚟寫聲誒？